乓球最核心嘅嘢係乜嘢啊？就係控制兩個字啊！練咁多種技術啊，我哋最大嘅目標點樣可以去控制到個乒乓球？與其話控制，不如話咧可以用個乒乓球嚟牽制住你個對手。如果咁樣講法，你會更加之貼地啊！以發球為例，你開咗一個半高嘅上旋球，哇！對方直接一板爆衝翻嚟啊！你連打下一板嘅機會都冇啦。咁即係代表呢個開波咧，其實冇乜實際嘅效果嘅喎。你根本都唔可以牽制到對手，你仲可以俾對手咧輕輕鬆鬆咁樣又拎晒啲分走啦。點解平時啊要你哋學咁多控球嘅能力呢？因為控球控得精，對手分數就任你拎啊！練習嘅時候，每一個動作嘅 QC 唔係多餘，佢去幫你個動作更加規範、更加合理，將個乒乓球打到去對面台。乒乓球裏邊有5種控制：旋轉嘅控制、落點嘅控制、速度上面嘅控制、力量控制，同埋打波時候嘅節奏嘅控制啊！呢5樣嘢啊，當你掌握得越多嘅時候啊，代表你嘅能力就會越大啦。呢啲就係贏波嘅關鍵啦。所以技術框架好重要，冇框架嘅話，你想發到對方一個小三角，你講就 OK 喎，但係做嘅時候呢，哎呀又開唔到啦，哇個腦呢就諗到天花龍鳳都冇用噶啦。你一定要有足夠嘅控球能力，所以先會做得到噶。最後講多次啊，開波嘅時候唔足以啊去牽制住你嘅對手啊，即係代表你呢個開波只係開咗個波噶咋，唔知你聽唔聽得明啦？